大家可能都有留意到，最近新聞開始講一樣嘢，傳統食物金字塔其實要倒轉睇。講到呢度，我想先講一句真心說話，呢個結論對我嚟講一啲都唔新，因為其實我喺自己個 channel 已經講咗好多年。一，點解以前嘅食物金字塔會出問題？傳統食物金字塔教我哋乜嘢？最底層係飯麵、麵包、穀類，然後先到蔬菜、水果，再上面先係肉、蛋、脂肪。意思即係一句，澱粉要食最多，肉同油要少食。但問題係呢個結構完全冇考慮人類嘅荷爾蒙、生理同代謝機制。結果係乜？餐餐高碳水，血糖不停升，胰島素長期高企，脂肪唔但止唔會消，仲會越儲越多。你唔係食得多，你係被設計成容易肥。二，點解倒轉金字塔先至合理？而家新聞講嘅倒轉食物金字塔，其實重點係將真正對身體穩定、修復、抗炎嘅食物放返喺底層，即係乜？底層變成優質蛋白質、魚、蛋、肉、好脂肪、橄欖油、牛油果油、動物脂肪、天然低加工食物，而精製澱粉糖、超加工食品反而變成頂層，即係少食，甚至可唔食。三，點解我一直都話唔係食得清淡就叫健康？我一直都講一句說話，健康唔係少油少肉，而係少假嘢。好多人成日話我已經食得好清，我唔食肥肉㗎。但你望真啲，早餐麵包加果汁午餐，白飯加少少菜晚餐，粥粉呢啲全部都係高升糖、高胰島素粉型嘅組合。你係清，但你唔係穩。四，倒轉金字塔其實係回歸常識。如果你用反人類演化去睇，人類唔係每日有飯食，但每日都要有蛋白質同脂肪。脂肪係荷爾蒙原料，蛋白質係修復工具。冇蛋白質，你身體係收唔到自己；而冇脂肪，荷爾蒙亂，情緒差，容易攰，睡眠差。所以點解咁多人食得好清，但越食越攰，越食越肥，越食越多病？原因唔係你唔自律，而係你信錯咗一個方向。五，所以我想講一句總結今日新聞話食物金字塔要倒轉，對我嚟講只係一句，終於有主流肯講反真話。而對一直有聽我 channel 嘅朋友，我只想講，你哋之前聽到嘅唔係偏門，只係比主流早咗幾年。健康唔係靠忍，唔係靠捱，唔係靠少食，健康係靠食啱。多謝大家。